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是台语文信望爱的台语老师苏彦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这首诗，叫做《走味的节日》。为什么节日的走味呢？因为咱在放假的时阵，有足个节日，咱拢毋知影伫过啥，有甚物款的意义，检猜咱拢毋知。所以，咱特别来甲大家收走味的节日。作者苏彦德。今仔日我无爱放假，我要上班。今仔日我无爱欢喜过节，我要辛苦过日。今仔日我无爱感动的歌声，我要自然的笑声。今仔日我无爱有耳无喙，我要有讲有笑。我无爱你流着鳄鱼的目屎，我要你真心忏悔。我无爱美伫叶叶的角落，我要完全投放。今仔日我啥物拢无爱，我简单要一日爱上班的28，我无爱走味的28。你叫我向前看，莫看过去，过去我毋敢看，毋过我看无头前的路，头前雾雾无明，好佳在是28，毋是29。一冬一摆的28，台湾人毋知影你是啥日子；四冬一摆的29，世间人敢过会记得你？台湾人毋知影28安怎要放假？逐冬拢有28为什么要放假？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其中才有一句我美伫叶叶的角落，这个叶叶就是讲阴暗的角落，甲无人知，所以伊伫遐偷偷美伫遐，叫做叶叶。多谢大家努力。